歡迎收睇時事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10月舉行20屆五中全會，將會研究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等嘅問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星期四舉行嘅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共20屆五中全會10月喺北京召開。議程其中一個主要事項係研究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有學者話，中共多年嚟都強調嘅從嚴治黨當中包括反腐工作，並且不斷取得進展，但仍然有好多問題有待解決。咁點樣喺新嘅環境底下咧，令到中國共產黨能夠提升治理能力，強化領導，令到佢更好地駕馭國內經濟發展。咁呢個就係一個長期嘅戰鬥任務。中共喺反腐方面嘅打擊面嘅就相當之廣泛，即係唔係淨止係呢個針對嗰啲即係中下層嘅黨員幹部，最高層嘅黨員幹部咧都會因為呢個反腐問題咧而落馬，包括喺軍方裏邊嘅領導人物。咁所以從我角度睇咧，即係中共黨從嚴治黨咧，事實上即係一種雷厲風行嘅，即係唔管你喺黨你內邊個地位有幾高，只要係涉及到貪腐問題咧，都會被對付，同埋被呢個免職咁樣。而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亦都部署咗下半年經濟工作，指出要高度重視經濟運行中嘅困難挑戰，要實施好更加積極嘅財政政策同適度寬鬆嘅貨幣政策，及時謀劃出台務實有用嘅增量政策，加快財政支出同債券資金使用進度，加快大規模設備更新同消費品以舊換新工作，綜合運用並且適時調整貨幣政策工具。會議又強調要有效擴大內需，適應唔同群體嘅消費需求，擴大優質供給，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體系，繼續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等等，改善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積極吸引同利用外資。8·1建軍節前夕，央視播出特別節目，介紹多項軍事技術發展，包括第4代戰機殲15喺試飛時候遇到嘅困難，亦都有新型預警機空警600喺福建艦航母試飛嘅片段。各位注意，準備開始彈射作業。呢架係中國首型艦載定翼預警機空警600。喺國產航母福建艦甲板上，以電磁彈射系統試飛嘅細節片段。機師透露，預警機嘅彈射速度喺短短幾秒內從零提速到幾百公里，試飛員必須要喺彈射之後1秒內接桿操控飛機。如果說在彈射出去之後出現一些什麼問題，如果說能早個0.幾秒接桿進行操縱，某些關鍵時刻就能挽救飛機。佢又話預警機風阻極大，一旦遇到氣流，機身就會搖擺，降落嘅時候要保持軌跡精準更加困難。而中國喺艦載機試飛方面，起步遲亦都缺乏經驗。我們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以前我們飛戰鬥機的經驗，在模擬器上進行了大量的訓練，但是我們就是一邊改進問題，一邊把這項試驗工作繼續推展下去。央視片段亦都披露第4代戰機殲15早期試飛時遇到嘅突發情況。機師喺距離航母甲板邊緣不足5米嘅位置剎停。到2025年，空警600、殲15、殲35三型艦載機分別完成喺福建艦上首次彈射起飛同着艦訓練。央視喺專題節目製勝預告片入面，亦都公開咗2棲攻擊艦四川艦實彈射擊新型干擾彈嘅畫面，被視為係展現解放軍遠程精確火力打擊嘅實戰能力。無線電視記者黃子月報道。吉林省汪清縣暴雨引發洪水，有民眾一度被困。大量洪水迎面湧過嚟，車即刻掉頭走。居民亦都慌忙躲避，道路兩邊嘅農產品亦都被沖走。有鄉鎮被洪水淹浸，水深達到半層樓高，停喺路邊嘅車幾乎被完全淹沒，大量農田同埋農作物被沖毀。喺新民村有3個人被洪水圍困，水流好急。
消防接報之後到場救援，將救援繩索拋向被困者，逐個將佢哋救返去安全位置。旺清縣多地星期三凌晨起落暴雨，最大降雨量超過每小時55毫米，多條河流水位上漲，引發今次洪水。當地一度發布停工、停課、停運，又緊急撤離超過8000個民眾。隨住雨勢減弱，境內河流水位都持續回落。氣象部門話未來仲會有降雨，不過整體雨勢減弱。無線電視記者邱建偉報導。內地20年前一位數學天才同菲爾茲獎得主鄧旭係昔日隊友，當時外界對佢寄予厚望。不過佢大學畢業之後選擇出家，喺近年還俗。對於冇喺數學界發展，佢話從來都冇後悔。那個時候誰也想不到，20年後大家的道路會走得如此不一樣。劉志宇喺20年前有數學天才少年之稱，更加同兩位菲爾茲獎得主中國數學家鄧旭同王虹有一段淵源，同樣都係就讀北京大學數學系。而劉志宇同鄧旭更加喺同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上摘金，兩個人喺20年前同樣被視為係數學天才。當時外界都對劉志宇寄予厚望，但佢話有苦自己知，因為當時患咗嚴重嘅乾眼症，讀書非常吃力。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拿到奧數金牌那一刻，我可能這一生已經與數學無緣了。後來到了我大學的時候，就基本上很糟糕，就是看黑板可能10分鐘都受不了。我那個時候真的覺得我人生快完蛋了。佢大學畢業嘅時候取得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全額獎學金，呢個時候佢決定出家，11年後還俗，並轉頭成為心理諮詢師。對於兩位背景相近嘅數學家得獎，劉志宇話從來冇後悔過自己嘅選擇。真的是很高興看到中國能夠誕生這樣兩位頂級的數學家。我們看黃宏和鄧旭，他們都是內心很有熱愛的人。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每個人應該活出的樣子。呢節時事中國講到呢度。